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高本，欢迎收看《福气来咯》。今日的来宾啊，是来自万万的好朋友哦。因为注意健康的议题，佢自然就去研究一类特别的食材，还因为安尼去创业生意的品牌哦。到底係乜嘅特別的食材呢？還是今日有請佢同大家分享一下吧。馬上來歡迎我哋來自萬萬的王麗安，麗安先生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我係來自屏東縣萬巒鄉的王麗安。歡迎麗安先生哦。麗安先生，前面的時間啊，我小嘅有講到講，因為唔自家注意嘅健康嘅議題，特別研究一啲特別的食材嘛。自家原本嘅工作係做乜嘅？做乜嘅會關心到一個健康嘅議題咧？因為睇到嘅工作呢，四處行行了了嗰度美食，冇嘅傳統嘅東方嘅做東方嘅東西咧，攏係該鬧該講，該好食，結果談論人客，我嘛冇可能限制講嘢東西唔可以食，嘢鐵油唔可以食，嘢鐵辣唔可以食。我雖然有強在，可是喺一種情況之下，我一片人客食，我說食到嗰度東西，結果嗰時節年輕嘅時節冇感覺到有乜嘅狀況，因為幾年來去感覺自家身體嗰種冇安好嘅。一方面因為自家臭臭嘅，唔需要運動。唔是點皮啦，係，嗰時冇強在。有時間呢，聽一下食的時間，趕時間，我們冇法度選擇我可以食的東西係乜嘅。如來食的都市行去，食到有一擺，我出採過來的時間呢，全身氣泡，太了細了。要行落皮，我夾佢看醫生，結果咩感覺都冇效果。我媽媽講過一句話，東西都是菜呀，食得落去呀，排唔出來哦。但係人體呢，運動、排汗、排泄，能可以排脫出來嘛？我說幾時節，迄種胃腸唔好。排泄路嘅唔好，我說我嘅先生講過到，看醫生看唔好，唔可以來運動，冇胃腸路嘅顧好來一上行，我說我能意識到講胃腸嘅重要。安尼李安先生就會安尼本注意到個健康嘅重要、腸胃嘅重要嘛。前面我小嘅時節也有聽到講，李安先生，特別為到一個議題啊，去研究嘅啲食材，因為一個食材到底係乜嘅，有特別乜嘅地方，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冇？因為食材我第一擺接觸嘅時節係喺日本，日本嗰多人都有記得也味曲嘅好處，又簡單做。咁我古來台灣嘅時節，幾乎嗰時候有聽到也味曲也東西，按普及化本大家來記得。嗰時候我都想講，既然我係讀江南育理大學畢業嘅，食品科畢業嘅，我做乜無人研究也開咯，錯冇？雖然我唔係完全的懂，我去請教專家，去看書尋資料。嗰時候一來我經過嗰度嘅失敗，不過我睇好成功嘅。嗰時味曲頭先我講嘅一個食材就係味曲嘛，湯名嘅都提講佢同味有關係。不過味曲到底除了味之外，佢係用辦做出來，佢係用辦的一種食材啊。味曲呢，佢基本呢係用我哋嘅泰米、白米，我哋家家戶戶攏有嘅食飯嘅米，攏可以做嘅菜。係，只是講伊係加上一種菌，伊都同其他係無香嘅係易發酵嘅東西，唔可以有酒精。佢同我哋講嘅嗰種酒釀啊，嗬，佢無香用酒釀嗰種意思可能有酒味嘛，嗬。一種味曲佢係冇，雖然有發酵，但係冇酒精、冇酒味嘅。香用佢哋無香嘅地方係佢哋咧微生物，我哋講嘅菌無香用嘛。係味曲。以米來發酵，伊係米曲菌，伊係真菌同霉菌之間的一種菌。酒粕嘅都係酵母菌，嗰個酵母菌產生的都係有酒精成分。味曲
发酵的路唔会有酒精的成分。哦，水太无强样係安尼。啊，不過人哋一講台灣啊，係做一種發酵嘅東西，其實從人哋客家人嚟講，夠厲害嘛。其實老祖先都有一種嘅經驗嘅。啊，因為環境嘅問題，台灣啊嗰度食品過重，有經驗嘛。睇唔做一個研究，研究一個食材嘅時候，一個環境會唔會對人嚟講造成一種困難，也有講有乜嘅挑戰嘛？做米曲，我遇到困難改多。我拜做拜失敗。啊，睇做嘅時間呢，又長又短。開始做嘅時間，我啷看人做，我唔對一樣嘅去記得講，哦，一米嘅濕度樣嘅，溫度樣嘅控制。你看電視上人看咧，哦，來整米哦，整啊哦彈開來哦。哎，我一步步做電視上嘅來做。結果上步嘅，結果米土無共樣，同天上人專家講嘅，用無共樣咯，我做嘅失敗。米擺兩上面，我都看到一啲米，失敗嘅米，基本係朋友嘅解釋嘅皮粒啦唄，佢歡喜，結果我會冇做到會跌出來，我做埋會失敗咯，我都唔知天哪有失敗。我去請教專家，去請老師，去看書，我啷來可以來穩定下米曲嘅栽培，係，啷可以有量產出來，有量出來，希望差唔多要經過20年嘅時間，我啷係每日上工班呀，愈來放起來，放長起來。傳統嘅米，講講伊鐵絲嘅啦，鐵絲嘅啦，你像嗰種媽媽睇土生人嚟樣嘅，半夜教要放起來看一下，木攏衰唔好，也都係我之前開始嘅時間接觸到嘅困難題啊。哦，李雲先生，安尼一個米曲啊，可以同人哋分享一下講，佢大概嘅樣板做出來嘅，佢一個 SOP 製作嘅行程係乜嘢？米曲來製作，唔睇得要鮮米。我更加鮮嘅米係睇潮州附近嘅米廠出產嘅米係做水西嘅米，對，啊而係唔可以冇鐵拍嘅米，啊有時把有麩質提當個項，係，安尼發酵嘅營養素嘅高度，係，嗰時提發酵唔也睇得選擇米愛個重要，第二呢。如係我利用過簡單的米，一啲農家人可以用個擺機，你可以做得出來哦。頭擺嗰種擺機啊，係，你看啊，像家夫婦客家人客家種，一天嗰度擺機啊，曬蘿蔔的啦，曬高麗菜啦，攏可以。我唔是用機器，我唔是用烤箱，我嘛唔是用溫度計，我都可以做出一米曲嘅，也係靠我自家經驗。像米嘅濕度、乾度、燥度，攏係自家去經驗做出來嘅。事實做，事實失敗以後，我啷可以做出一個東西。當唔整好嘅時間，苗內也米，係黏黏，搭嘅話都係就是講，也米鐵色嘅。加也時間一樣嘅咯。啊，你用天風扇來採造一時來，係咪？哦，係。用那種方式來控制佢嘅濕度。啊，米冇整熟，粒冇適合米曲的環境，伊咩唔會成功哦。嗰時候米要整得粒粒分明，係唔可以貼黏，又唔可以貼實。安尼咱可以來開始來試錯，一步係冇成功嘅話。後邊嘅產品全部都唔可以做。係啊，尤其係基本上嘅嘛，嗬，以前話安尼，唔看人家米有去鮮過，嗬，啊人家有個發酵用嘅菌，微生物嘅部分啊，有特別去鮮過嗎？有鮮過，我係有專門嘅渠道對日本過來。哦，係日本嘅老師來提供俾我。用路向嗰度，啊伊嘅功能，發酵嘅功能冇強樣，化了嗰度。啊，我都選擇也特別的菌種來做我
也后背产品有错嘅。嘿，安尼李院先生最重要係講，一個成功嘅米曲啊，一個色神，一個米土，看來係蠻嘅用實嘅啊。我時常同人講一句話，米香係有生花，如係花，如係一類花，係。嗰時候如果我公司創立嘅名字有啲米，有啲花，係。啊米係長毛，如係長骨嘅、毛嘅，如係粗嘅。嗰時候以迄種啊發酵成功嘅話，有一啲栗子的香味，很清香，那個。天津栗子叫做安尼栗子的香味，怪香。係香米啦，咩一種純係粗朴的米絲，嗰種米絲。哦，係用一種方式，啊呀，上一個貼片咧吼，拍攝的花嘛吼，每種人能看到一個花梅嗰種上古嘅。黃黃的花，而且我判斷講，米摕去上個花嘅時間，唔要上一道長，那可以熟成，唔係講一下都蹦出來一類花，而係慢慢的有上。白花去上去，到7、8層嘅時候，咱可以熟成。哦，叫做一層一層安尼。係。哦，哇，觀眾朋友，米曲安尼按特別的色彩，大家有聽過有試過冇？今日真是第一擺發現呢。啊，不過米曲到底還有哪種嘅功能，甚至於講做料理呢？休息一下，繼續來同大家分享哦。前面聽嘅李院先生來分享米曲一個特別的色彩，啊，不過還有幾多嘅故事呢？將米曲按樣辦去做料理呢？繼續來請教李院先生吧。李院先生，頭頭有講到米曲啊，係用白米來發酵來做嘅嘛？啊，假使講人哋冇用白米，人哋用糙米啦、或胚芽米，還甚至用其他米、糯米嗰種，也做得嗎？可以。農作物行嘅五穀雜糧，玉米、牛蒡、烏麥。燕麥攏可以來做一東西。哦，係哦，啊，嗰個最主要還係用米啦、五穀來做麼？做麼個很多米曲做麼？最主要還是係用一個啊。不過伊也基本要有白米、澱粉質來轉換成葡萄糖。嗰時候就有吃鹽的甜米，唔是加砂糖。你即下可以試一下看看咯。哦，一比如係人哋講米曲。係。哦。老師特別帶來嘅呢，觀眾朋友看一下，入邊看來拍拍，偏方來有一種特別的米絲呢，先來嘗看下先到底係乜嘅米絲好。也係米曲呢，用白米同米曲來發酵嘅，伊按到乾化，係日本按到乾酒，係，也是東西係一啲好的美容液哦，你即個是對精神活該好，馬上該好。因為像老本人煮啥葡萄糖，係咪用煮嘅？人家係用煉得嘅。真實的呢。係，伊甜係唔係加砂糖嘅嗰種哦。老師，你用地講嗌，上去問嘅喏，甜甜的米絲，親像係砂糖，加幾多糖強用哩？完全冇加糖。伊鹹麵麻攏冇加糖，冇糖嘅。觀眾朋友，一個是太好啉呢，又不像人哋講牛奶啊，我有喝了，我有這種肚子會脹氣啊，嗰種嘅感覺，咁冇呢。一點都會消脹氣，幫助消化，幫助排便，攏對人體攏幾好。安尼老師，要跟人哋頭頭講嘅乾化，也係米曲，它其實到底係固體，也係講液體，也係講也個係米曲貼喺在去加水啦，去撞過才會變成一個乾酒乾化。米曲如喺頭頭愛講嘅，即個去發酵嘅，咱有嘢米香來生化，如喺嘢嘢東西。我哋碌下米嚟碌下加加糊糊，攏有是純嘅白米吧，是純嘅糯米吧，攏可以來做，加上嘢米曲呢來做變化，嘢頭頭是咧甚至冇加任何嘅砂糖，唔過伊嘅甜。該舒服，該順口，還有一把
栗子的香味，嘿，栗子的香味。有一种特别的香味。嗰種人頭頭是咧，有個講究講話嘛，吼，有個飲料咧講米球加上水去稀釋過的做出來的嘛。嘿。哦，嗰種有個人係特別種嘅一包一包，也共用係人頭頭是咧嘛。頭頭是咧係甜的。嘿。啊，一包一包的係鹹的。鹹的。對。咱個寫鹽曲安尼哦。鹽曲，伊吞我哋一般都卡煮出來鹽無共用。伊係經過發酵以後呢，唔會甜絲鹹，然後又含有18甘甜的味絲。我啲鹽呢又係採用嘉義嗰邊的周南鹽場的日曬鹽。哦，特別用傳統的方式日曬做出來的鹽。做乜要先用嘢日曬鹽呢？日曬鹽有嗰度礦物質，嗰度海藻類的微生物，以結合海藻它的氨基酸的產生，嗰時還有海水的變化、季節的變化，當個含吐無香的時間，以收集起來日曬鹽，伊個風味更好。但有人一時間，我學生阿問我講，老師可以用玫瑰鹽嗎？嗰度攏係進口過來的，因為進口過來的時間，嗰度規定要符合衛生檢驗合格標準，所以嗰度元素攏已經無係的，加上嗰度要因為要應付檢驗合格的東西，嗰時候來調整嗰個配方。我哋因為台灣出產的周南鹽場的鹽，都挺好的，挺正正的，最純的鹽啊。我都推嘢做結合來做嘢嘅東西。安尼老師，頭先我說咧個米球嘅係個液體嘅成品嘛，有其他嘅方式咧嘛？有固體嘅冇？我有而家做嘅目前有一種係米曲粉，伊係用米球粒去乾燥以後，也都係用機器去乾燥嘅啦。乾燥以後，我去磨粉，磨嚟去掉米芯嘅地方唔可以，因為米芯貼出嘅話唔冇消化，磨過後我都有嘢米曲粉，係都方便人出去都不出差嘅時間，就算喺辦公室嘅時間，都可以馬上來食，都是嘟，就算一食太長，以後呢都是唔爽快。都可以來服用嘢嘅米曲粉。有個粉底杯有，像人食嘅時間，佢會有甜味，也係講鹹味嘛，也係講其實食材冇乜嘅味道。食材冇乜味道，有些把像米糊，我哋先人哋食嘅時間嘅米糊。哦，係。用安尼嘅方式也做得，安尼最多嘅人料理嘅方式啦，係用頭先講嘅加鹽嘅嗰種鹽曲嘛，安尼去做料理嘛。料理嗰度種。甜嘅乾法呢，你即個可以落喺高汁底杯、雪餅底杯，攏可以做變化料理，嘛可以做嘅我哋醬料底杯，落嘅乾花都有甜味來代替砂糖。係。哎呀，頭先我食啲嘅裡面嘅有個乾巴，我跟住想講，假使講水冇加咁多，也可以來做沙拉醬汁也真好呢。親像人哋講嘅優格啊。對，係可以做，係可以落向下。好像人家生菜沙拉嘛，咪可以落這種東西。係。啊，下面都有鹽曲，鹽曲伊嘅作用有過多喎。係哦，用乜嘢作用咯？像我哋平常食嘅雞胸肉，水煮很單純的，你都食到會炸有冇？啊，如果也係用鹽曲去種嘅話，去處理嘅話，同樣嘅煮嘅時間，你會發覺講，你用鹽曲處理過後嘅雞胸肉，該嫩該好食，又唔是添加嘅化學藥品喺裏邊，係個天然嘅東西。很神奇哦！老師除了用一個水煮做一個雞胸肉啦，做沙拉啦，吼，一種方式，還有哪度嘅人哋講米曲可以去做料理嘅應用啊？米曲應該係講乾法，來做料理嘅話，糕點、麵包，還有沙拉，攏可以做變化。按人這個路卡最不是會食到的料理，人都用蠻多嘅。米葉是乾花，
我说我之前过敏的状况，更加是得拢面过脑的，虽然年纪唔咩问题，不过我感觉这个身体状况，明白拢该有精神，去高考嘛好，去做事业嘛好，拢该有精神。人看到我的时节，我面好模板。你讲，老师，你同我用乜嘅美容产品？我讲我拢冇搽乜嘅美容产品，拢係個吃人的東西。然後佢講我哋吃一種東西，因為會幫助代謝。係，嗰時候我該推薦全部人家家戶戶可以用簡單自家嘅方式，經過嘢秘訣來發酵以後呢，攏可以做出自家家戶戶喜歡的味道，為生人來食，安尼。嗰個老師唔能睇，如果其實也冇乜嘅推薦，也係講特別嘅料理。反正像大家睇不是睇，如果做嘅料理啦，是睇出嚟的，都可以用一個鹽曲，用一個乾法，甚至用一個秘訣來加入去，變做一個健康嘅料理。安尼老師唔能一個安好嘅產品地位啊，眼看到冇叫用嘅，條咗全部很泡泡嘅，有一個一乾一乾呢，佢也係用。鹽曲也係講用一個秘訣做出來嘅嘛，佢係乜嘅東西啊？剁椒醬。辣椒醬啊。有木匠嘅食神呢，可以同人收機下嘛。有分。炸嘅同粉呢。炸嘅我係用香菇同牛蒡來結合我嘅鹽曲乾花來做嘅調理。嗰時一條東西攏有活菌喺底部。嗰時候一定要白，係。佢長長嘅咯，長長應該唔係長色嘅辣椒嘅吧？長長嘅係我哋去意大利餐廳有時的青醬，意大利麵。佢係用羅勒做嘅，也係用7000差不多嘅。也味道比人全年買嗰種。即食品吼，我也攏個天然個香味。嗰種一種在保存上做了會變質，我記下個保存嘅時間會唔會過短啊？當然係過短啦。不過，那有人講我買嘅東西，放喺冰箱一陣日唔可以凍嘅咯。嗰時候我攏用細乾嘅包裝方式，本人更加適合，因為全部冇用防腐劑。係，嗰時候。個新鮮來伴大家來享用，也味道係替吃人的香味。唔係講唔標為一陣日兩陣日，也唔係如強如羅拍的，冇需要標研究。日本人食東西都係該新鮮來食用嘅，嗰時候我咪提供大家講，冇標菜下算如強提。平常我叫都冇食，也攏對人體攏唔好嘅。佢還有咧限制啦，有咧時效性。嗰時候最好嘅保存方式唔係放喺冰箱哦，放喺凍屍地位，因為最好嘅嘛。安尼除了長色咧，係個頭頭講嘅7000茶，個層咧係香菇嘅，個淺咧係都一般嘅辣椒醬。觀眾朋友，原來啊，我哋嘅秘訣秘訣同樣嘅乾法可以做按道木匠嘅料理呢。不過啊，還有更多精彩故事，休息一下試比賽，繼續來同大家分享哦。用安好嘅材料做出來嘅秘訣同乾法，不過喺保存上啊，要一定要冷凍吼，用放喺冰箱吼。喺一個方面呢，李安先生今日喺推廣嘅時節，有遇到乜嘅困難冇呢？繼續嚟請教李安先生咯。先生啊，頭頭有講到嘛，一個做出來嘅乾法吼，同一個秘訣，今日喺保存上要放喺冰箱度嘅，唔能去賣嘅時節，甚至講推廣嘅時節啊，都唔能講會唔會個困難，一定要推到呢個冰箱出去，怎樣發出啊？係悄悄的，你不要去擺四季的時間呢，講到嘢太冰箱，味道係乜呀？我想去伴我嘅朋友、然後
来识到嗰真實嘅東西，唔係嗰虛幻嘅東西。我嘅想法，當同我嘅做法係嗰單純，結果因為睇環境嘅無同樣。老闆按一人，以前他個人戴住口罩唔脫下來，我要本人試試嘅東西，他個人冇一樣來同試試。結果天氣又按日帶出去按到東西，全部天氣都唔可以用啊，攏變酸咧，攏壞hết咧。我都想講，也嘅效果唔係講幾好，甚至強顏色唔是全強顏色，你攏唔係褪色。係，嗰時候我又想到天嘅方法，攞來剪條亂，用日本式嘅方式。唔係講我要剪一道一道本人，我來本人利用剪條亂來本人配合我嘅醬料來試試，記得講我嘅醬料該好，我冇去另外推廣，我要加入食品、食物、食材來本人記得講我嘅醬料配乜個東西都該好食。結果有啲阿伯，攞來同我食咗以後，可以行出去嘅哦。又再過來，唔可唔買係偷油麼？聽起來拿好麼？我講好啊，嗰種本人傾聽嘅方式，嗰種歡喜，我真是嗰條唔點樣嚟形容。嗰日有一擺，一個阿伯行過來，佢同我買條亂食，食咗以後聽我睇講講法，效果我可以見識見點頭。伊同我講，你要做什麼呀？唔好按懶啦，我出來擺市集啦，唔好睇到卡料啦。我本個當然有機會識到一種東西呀。我講，嗰個伊離開嘅時候都見識見點頭，我都怪歡喜呀。我講，本人傾聽咧，有一種事情咧係難以去形容的。哦，嗰時老師你哋對頭下睇推廣嘅時間啊，其實都。送頓嘅嘅平常，因為佢愛人同馬吼，有時都愛平常平頓嘅，這樣有法度。唔過效果咁唔好，唔都想到用剪嘅條輪落嘅醬，最主要係嘅醬，因為嘅醬係農業嘅乾法和米酒來做出來。哦，用安尼嘅方式，安尼能應該照過幾道嘅市集嘅吧？有啊，我呢個市集包括有今年嘅6點運動會，運動會地方呢。結果用人越來越多咯，我都來唔切睇處理嘅剪嘅條亂本人合適，我都見差唔多有1點2鐘，我都冇停過，睇見剪條亂本人色，我最後看起來嘅時間，看到全部人排喺個場睇等食嘢嘅東西，甚至有個小朋友係根本要來食，平安又來食，早晨來食，下晝又來食，又往外去。拆散咧，班見狀佢就係擺檔嘅，講阿姨你來擺攤哦，我們家前面讓你擺哦，唔值錢哦，唔值錢，很好笑。我都大家有數到有大家嘅反應，嗰種可以看到擺列嗰種安尼，有個算有啲幾好嘅事情啊！除了去有個種6個運動會嗰種大嘅事件，唔能有固定去做那隻嘅事件，像屏東啦、高雄一片。因為大部分嘅時間我係有高考，嗰時候我唔係講可以出現到每一個市集地位，我有閒嘅時間我嘛該好去做市集，因為可以接觸到無同樣嘅人，嗰時候可以推廣嘅時間我都來推廣，有時間我係有我上課時我都冇法度出去。嗰種大部分嘅事情應該都係難補吧，因為像老師唔講話，如果無閒，有閒去上課，甚至講還要照顧樓下嘅老人家、裝備安尼，嗰種大部分係難補嘛。應最遠走到哪裡啊？我最遠能到高雄咧，係。哦，哎呀，看你擺假使講有一個機會，某一天可以去到台北啊，甚至講到國外去什麼，有一個規劃嘛吼？有一個規劃，有個目標，但係我會努力去做。可以希望來完成。老師，我都面對一啲問題呢。你講到講有小朋友，還有阿爸吼來生人嘅幹法吼，研究一個部分。安尼
因为其最主要功能讲有帮助人哋重变消化嘛。有看过认真去算一下讲，咱买这个产品的人客里边，喺本身人嘅角度，也喺本老人家嘅角度有嘅问题。我可以讲，各种嘅年龄层嘅人拢有适合。对两岁我牙吼，到90岁老人家，拢有适合。因为样讲呢，2岁老人家有啲妈妈喺接触到年客嘅时间，2岁成人呢排便怪困难，可能怪到医生，拢无改善也嘅状况，又无乜嘅毛病，结果。有一摆几片我推导到嘅，我介绍伊来使用遐个东西来看看咯，使用米曲粉来是看看咯。因为米曲粉无米丝，无酸米，无甜米，无乜个米丝，落去摕细人嘅油嫩地方，挺适合。有安尼不知不觉都适合嘅。结果1礼拜以后呢，妈妈讲，伊个毛嘢。睇偏數嘅時間，唔會無關嚴控嘅安尼個痛苦嘅表情嘅，表示講也米蟲有改善到嘅，漸漸嘅20日攏同係會來叫買嘅米曲粉來用，也有無添加乜個東西，也有去品科大發驗過嘅，攏無黃曲毒素係安全嘅食品，無加香料。無加化學嘅東西，對他家人嚟講，家家戶戶攏用得到。嗰種安尼談方嚟，其實冇一天講一天愛成年嘅，也係講冇一天係老人家。吼，其實每一個客群吼都係人家嘅人客，沒有說一定會成年人來買，也係講老人家來買。啊，不過真是睇人家嘅經驗裡邊，又可以幫助到人家，幫助消化嘅，吼，從頭都講嘅2歲成年嘅，哦，食下意思身體夠健康嘅呢。安尼嘅話，又貼喺講，談到講嗰件嘅人客，佢冇法度好來到市集嘅話，佢係有乜嘅方式可以同買到一個辦法嘛？我體驗嘅人客，有台北嘅人客，伊個朋友送伊以後，伊帶過去台北，無點無滴式的一講，伊講，我都是嗰種過細嘅哦，排便嗰種過好嘅哦，伊啷開始潛來，按樣嘅潛來呢？都打我嘅票頭以後呢，都可以尋到我嘅 FB 啊、IG 嘅聯絡方式，伊啷來同我聯絡到，我講對呢記得我嘅咯，伊講佢哋朋友送伊嘅，嗰時候伊開始來尋來安尼，因為有效果。嗰時候佢尋到之後，佢同買嘅，好似咪係用同買嘛，錯嘛？運送嘅方式就用人家講嘅栽培，用嘅冷藏栽培安尼嘅方式嘛。係。某一方面嘅現在，這個可以說可以脫離冷藏1久嘅時間啦，現在。可以脫離24小時沒有關係。嗰時候米曲粉來講，可以用7嘅交貨邊嘅郵寄方式去寄。一般嘅方式可以。啊，唔過乾巴啦，嗰種一種以前全部喺冷藏去運送。哇，實在也係佢哋。沒講很麻煩，我有啲專業冷鏈嘅方式來處理呢。吼，啊老師，頭頭有講到去教課啊，教課也咁樣去教做一個米曲做一個乾法嘛。係，我是去做，去教基本呢，他甲綠卡適存嘅飯，唔過綠卡倒出來水果，倒出來烏嘅，番薯嘅，有時間 L5嘅，做嘛唔用嘢嘅東西來。好好來利用米曲嘅東西，來改變自家嘅飲食習慣。雖然呢，唔係每日就是拿到5元、10元、20元，伊攞去買一些垃圾食物來食，就是飲料啦，有的嗰度防腐劑啊，唔係講唔好，可是自從食一種東西之下呢，我自家抵抗力會冇安好。叫會對身體有。係，嗰時候。嗰度媽媽來學習嘅時間，一定唔係為到講可以翻書，為到家庭好，成人嚟好，成人嚟自從食咗嘢以後，唔可以都不是那個垃圾食品嘅，安尼又省錢又健康。嗰度年輕嘅媽媽都怪喜歡安尼嘅做法，
哎呦，對佢哋來講，佢哋做出來用一個辦法吼，用米曲做出來嘅料理，竟然比那邊賣嘅點心啊、藍豆一道韓國好食，本佢哋黏到嘅喲。係啊，咁神奇哦！安尼有聽過佢哋分享講，佢哋做嘅一道擺有真成功嘅嘛？你好神嘅啊？我哋好神嘅，有老嘅，有阿婆級嘅，有年輕嘅媽媽30、60歲嘅。自從迄種有上課嘅話，一定過簡單做，過輕鬆做。例如係利用到其他東西，米飯都可以做得上。重點係伊要有米曲，米曲嘅話，可能個專業咪是唔係講米一定也可以做得到。啊，當然我目標係咪係講教大家來做米曲，咱可以基本嘅材料自己可以自家做。啊，唔過也係有個層嘅技術，嗰個愛下一步嘅時間啊，咱可以來同大家來分享。佢好嘅國教嘅有一個基本上嘅認識咧，咁有法度好來做嘛。安尼先生做一個安好嘅推廣啦，吼，未來還有樣辦嘅規劃，會開店啊，還有做其他嘅規劃嗎？我未來希望呢，我雖然有想講愛去擺開行來百貨公司開行來做銷售，我想到講也米曲、乾巴一種東西全部愛流通來保存呢。嗰時以目前嘅狀況，可能冇適合來做一方面嘅銷售。咁我還會繼續做交流、團員交流、教育來同學生嘅交流，對年輕嘅一代來做起，可能夠容易俾大家來接受。啊，年輕人可以落下睇人啥，必須去體驗以後，咱可以提供也真實改好。該簡單做，又該方便做，甚至是得規家身體攏改好，比常攏改好啊。繼續來做一個推廣，本更多人可以認識一個安貼嘅安好嘅食材啦吼。哇，觀眾朋友，今日啦好彩有李文先生同大家分享呢，而本個本人真正認識到，米曲同乾巴哦，一個安貼嘅安好嘅食材哦。今日再一次感謝我哋李文先生帶來安好嘅料理同安精彩嘅故事哦，多謝感謝。多謝主持人，多謝觀眾朋友，我係客家妹嘅鍾福田行山音來提起客家，提起社會，係我想做嘅事情。加到也福氣來嘅節目，該感謝大家來幫忙，多謝大家。好啊，看到一下大家有個位上有冇呢？夾腳聽聽先生來認同一下吧。希望我哋福氣來嘅節目嘅朋友，記得點讚聽客家電視台嘅頻道，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。